我叫紅楊，呢個名喺賭台上喊咗17年，早忘咗當初阿爸阿媽俾我起呢個名，係想我出人頭地，定係平平安安？而家呢兩個字喺某啲場入邊，比身份證仲好使。17年，由袋入邊得返幾個鋼嘟嘅窮仔，混到而家喺貴賓廳談笑風生嘅老油條，呢條路嘅血同淚，只有我自己心知肚明。旁人睇我總覺得風光，2016同2017嗰2年風頭最勁，賬面滾咗1300萬，勝率高到連我自己都心寒，超過85%。呢啲數字聽落扎眼，好似編出嚟咁，但係只有真係同我同台過嘅人先知，背後冇半點運氣，全係拎青春、拎瞓覺、拎命換嚟嘅清醒。17年夠另一個愣頭青變老江湖啦，都夠另一個賭徒睇清賭局本質。賭台上你最大敵人永遠唔係荷官，唔係對手，而係你心入邊嗰個貪得無厭又唔肯服輸嘅自己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籌碼風雲錄，鍾意嘅朋友可以訂閱、留言、分享啊！我成日同啱啱入行嘅後生講，唔好羨慕我嗰2年撈咗幾多，先問下自己，敢唔敢似我咁喺賭場連瞓72個鐘唔合眼，只係為咗等一個牌路拐點？敢唔敢喺連輸20萬嘅時候唔拍台鬧糧，而係平靜地點支煙，復盤自己坐喺邊？呢17年我見過太多一夜暴富神話，都見過更多傾家蕩產悲劇。呢個地方呢，就係個放大鏡，將你人性入邊最隱秘嘅慾望同恐懼照到一清二楚。我嗰1300萬就係由呢個放大鏡底下一蚊一蚊溝出嚟。啱啱踏入呢個圈嗰陣，我同所有新手一樣，眼入邊冒綠光，覺得滿地都係錢，等我彎腰執。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自己儲錢去嘅嗰個地下局，唔係澳門，就係一個唔起眼嘅居民樓入邊，燈光暗淡，煙霧彌漫，空氣混埋汗臭同劣質香水味。我攞住啱啱出糧嘅1個月工資，3000蚊，心跳得似打鼓。嗰日玩炸金花，全靠運氣，我第一把就捉咗3條 K， 贏咗500，嗰種感覺比乜都上頭。我以為自己係天選之子，係賭神附體，唔夠3個鐘，我嗰3000蚊連同啱贏嘅500輸到乾乾淨淨，我仲唔服，壓咗我手腕嗰隻表，結果表都冇晒。我行出嗰棟樓嘅時候，凌晨4點，天仲黑，我袋入邊連坐巴士嘅錢都冇，行咗2個鐘先返到出租屋。嗰晚我冇瞓，就坐喺窗台睇住天一點點亮起嚟。我唔係心痛嗰3000蚊，我係恨自己嗰副蠢樣。我意識到賭呢樣嘢，你要是當佢係運氣，佢就能要你命。由嗰日開始，我變咗，我唔再係嗰個想靠一把牌翻身嘅愣頭青。我開始將賭局當一門生意，一門需要精密計算同絕對冷靜嘅生意。我用咗成足1年時間，冇再上台。我串個細本仔，混跡喺各種局入邊，就企喺旁邊睇。我唔睇邊個贏咗幾多，我淨係睇嗰啲成日贏嘅人，佢哋係點落注，幾時加注，幾時棄牌，甚至佢哋要杯水、點支煙嘅時機。我睇百家樂路單，唔係睇乜長莊長閒，我睇嘅係人。我睇嗰啲賭客喺路單變醜嘅時候，面上表情係焦躁，係猶豫，定係果斷收手。我睇荷官換班嗰個節點，牌局氣氛係咪會變呢？嗰段時間我識咗一個真正高手，姓徐，我哋都叫佢老徐。老徐唔似阿強嗰種明面師傅，佢更似個隱士。佢50幾歲，總係喺角落玩德州撲克，面前籌碼唔多，但係永遠唔會少。佢教我嘅第一樣嘢唔係點睇牌，而係點藏。佢話紅楊，你坐上牌台，你就係個演員，你嘅喜怒哀樂1分都唔可以露。你捉到天牌，要裝得似捉咗手爛牌，你偷雞要演得比邊個都真。我跟住老徐學咗2年，佢教我睇人。佢話德州撲克玩到最後，牌唔重要，重要係你對面嗰個人，佢飲水嘅頻率，佢摸鼻仔嘅習慣，佢睇籌碼嘅眼神，都喺度話俾你聽佢牌力。
我記得有一次我同老徐喺一個局上，我捉咗 KK 翻牌前加注，對手跟咗翻牌係 A83，對手反手落注。我當時就想棄牌啦，A 太大，老徐坐喺我下家，佢已經棄咗牌，但係佢輕輕咳咗一聲。我愣住一下，想起老徐講過呢個對手有個習慣，捉到頂對 A 嘅時候會下意識護住自己籌碼，但係佢今次冇，佢好放鬆。我腦袋一轉，跟住轉牌係張9，佢繼續落注，我仲係跟河牌係張2，佢望咗我一眼，傳下，我盯住佢3秒，佢眼神飄忽不定，我喊咗跟住，佢鬧咗一句亮出 QJ， 純粹詐糊。我嗰把 KK 贏咗10萬，嗰晚完，老徐請我食宵夜，佢同我講：紅陽，你今日出師咗，你記住賭台上資訊比金錢重要，邊個攞到最多資訊，邊個藏到最多資訊，邊個就係贏家。呢句說話我記咗15年，由嗰陣開始，我開始形成自己風格，我只通2樣嘢，百家樂同德州撲克。百家樂我睇嘅係大細同概率，我唔信邪，唔信乜燈，我只信數學。我俾自己定鐵律，入一個新靴先睇5把，摸清呢靴牌嘅脾氣係跳躍定連貫。我只喺我計出嚟嘅優勢區間落注。德州撲克我玩嘅係人心，我專揀嗰種情緒化愛上頭嘅對手，我能夠陪佢磨3個鐘，唔贏唔輸，就為咗等佢犯一個致命錯誤。我見過太多自作聰明嘅人，有一次喺新加坡，一個西裝筆挺嘅精英攞個平板電腦，話佢用大數據模型計出百家樂破解法。佢同我炫耀佢條曲線圖，話跟住佢模型勝率到60%。我笑笑冇講嘢。嗰日下晝我睇住佢嚴格跟模型落注，1個鐘輸咗30萬。佢臨走嘅時候面色慘白，仲喺度念唔可能啊，模型唔會錯。我搖搖頭，呢個世上邊有乜必勝公式？賭場開幾百年，靠嘅就係對付你哋呢啲自以為是嘅聰明人。數據係死，牌局係活，中間隔住嘅係人性。仲有一種人係倍頭髮嘅忠實信徒。我有個朋友叫阿明，佢就信呢個輸100下200，輸200下400，總有一把贏返嚟。我勸過佢，呢條係死路，你贏一個機馬，你輸晒係全部家當。佢唔聽。有一次喺澳門，佢玩百家樂，連黑咗8把閒。佢由1000蚊開始壓到第8把，佢要壓12.8萬，佢冇錢咗，佢眼紅紅嚟搵我借，我冇借俾佢，我將佢由賭台拖走，佢喺酒店房間喊咗1晚，由嗰陣開始佢再都唔賭。我呢17年唔係靠咩神奇公式，就係靠最笨嘅辦法，紀律。講到紀律呢，我最大心得就係止損同止盈啦。呢個講落容易，做落難，於上青天嘅。2016年我事業最順嗰年，有一次呢，喺馬尼拉，我帶咗30萬本金，我俾自己定目標，贏到100萬就收手。嗰日手氣順到發燙，玩百家樂，連續10幾個長莊，唔夠2個鐘，我面前籌碼堆成一座小山，清點落嚟120萬。超額完成任務，嗰陣先係夜晚10點，場子正熱。我身邊嘅人都勸我，紅陽今日手咁順，再玩陣，返到200萬先走啦。我承認我心動咗嗰種感覺，好似全世界都喺你手，你隨便一捉都捉到金。我甚至已經換好下一把籌碼，但係就喺荷官準備發牌嗰一刻，我腦入邊響起老徐嘅話：人幾時最易輸？就係贏紅咗眼嘅時候。我深呼吸一口氣，企起身，將籌碼全對咗。隔籬嘅人都用睇傻仔嘅眼神望我，我冇理佢哋，揣住支票走咗。聽日我先知，我走之後嗰台牌路大變，連開20把閒，好幾個跟住我贏錢嘅人，唔但將贏嘅都套返去，連本金都賠晒。我瞓喺酒店泳池邊曬太陽，嗰份戰勝自己貪欲嘅滿足感，比贏咗100萬仲過癮。調返轉嚟，止損更係救命。2018年我栽咗個跟斗，嗰年我有啲飄，畢竟連贏2年，我帶咗100萬去拉斯維加斯，想喺嗰邊都闖出啲名堂，結果水土不服。
德州撲克台上全係我唔熟嘅職業牌手，我慣用嗰套心理戰術，喺佢哋度根本冇用。佢哋一個個冷靜得似機械人。3日時間，我輸咗60萬。我當時就上頭咗，我唔服氣，我將剩低嘅40萬全換籌碼，坐到百家樂台上。我心入邊只有一個念頭：翻本。我開始下重注5萬、10萬，牌路越係同我作對，我越加碼。1個鐘40萬又冇，100萬3日全冇。我坐喺賭場外馬路牙子睇住賭城燈紅酒綠，第一次感覺咁無助。我輸掉嘅唔止錢，仲有我嗰2年建立起嚟嘅自信。嗰次輸晒之後，我成足3個月冇碰牌，我將自己關喺屋企，唔係後悔，係反思。我將嗰3日每把牌都寫低復盤，我發現我唔係輸俾對手，我係輸俾我嘅唔甘心。我破壞咗我自己定嘅紀律。嗰100萬係我交嘅學費，由嗰陣開始，我俾自己定死規矩，無論帶幾多錢，輸晒30%必須離場。唔理你幾唔甘心，唔理你覺得下一把幾有把握，必須走。呢條規矩喺後來歲月救咗我無數次。賭台上能信嘅人唔多，但冇兄弟你行唔遠。我有個拍檔叫阿傑，佢同我唔係一路人。我主攻百家樂同德州，佢痴迷21點，係個算牌高手。我哋2個性格互補啦，我沉穩，佢激進。我哋有個規矩，絕唔碰對方領域，但會共享資訊。有一次我哋喺一個東南亞地下局，個局水好深，有本地勢力罩住。阿傑喺21點台俾人盯上，佢贏咗大概30萬。賭場經理開始派人企佢後面。荷官都開始頻頻換牌，阿傑俾我使個眼色。我當時喺百家樂台正信，少贏10幾萬。我收到信號，即刻收手換籌碼，坐到阿傑隔離台開始玩德州。我坐低就開始演，我裝成一個啱啱入行嘅水魚，落住魯莽，贏咗就大呼小叫，輸咗就唉聲嘆氣。好快，嗰台注意力全俾我吸引晒。我故意搞出好大動靜，甚至扮同一個對手嘈起嚟，賭場保安全過嚟，趁住混亂，阿傑將佢贏嘅籌碼分批藏好，悄悄溜晒出嚟。我呢邊鬧騰咗半日，最後輸咗2萬蚊，垂頭喪氣咁走。我哋喺約好嘅安全地點碰頭，阿傑將贏嘅錢分我一半，我冇要。我話兄弟，呢個台能安全將錢帶出口袋，比贏錢本身重要。你嘅錢係你本事。阿傑拍住我膊頭講：紅楊，冇你呢出戲，我今日唔止錢，人走唔走得出都難講。我哋呢種拍檔靠嘅係絕對信任。2017年我能夠撈咁多，阿傑功不可沒。我哋組咗個小團隊，4個人。我負責百家樂，阿傑負責21點，仲有2個負責觀察同放哨。我哋似一支軍隊，有策略，有分工。我哋從唔喺一個場子留太耐，贏夠就走，換下一個城市。嗰一年，我哋4個總共捲咗差唔多500萬。分錢嘅時候唔多唔少，4個人平分，冇黑係黑，冇眼紅，因為我哋都知錢好賺。但係能夠將後輩交俾對方嘅兄弟，千金不換。喺賭台混耐咗，你會遇到各種各樣嘅大佬，有啲人係真有本事。我識一個陳老闆，福建人，做海鮮生意，身家幾十億。佢賭錢純粹圖個樂，但係佢賭品極好，而且膽子大到嚇親人。我見過佢玩百家樂壓莊，輸咗繼續壓莊，再輸仲壓莊。佢能夠面不改色，連壓8把，前面7把全輸，總共輸咗1200萬。到第8把，佢直接推咗3000萬。荷官手都震，開牌莊贏。佢一把將前邊輸嘅全贏返嚟，仲賭賺1000幾萬。我問佢：陳老闆，你嗰陣唔怕咩？第8把要是仲輸呢？陳老闆俾我點知說家講。紅楊，做生意同賭錢一個道理，你睇準一個項目，投咗錢冇回報，再投仲冇回報，你點算？你如果信呢個項目，你就得砸到底，砸穿咗
佢就係你嘅。你如果半途而廢，你前面投嘅就全打水漂。我信嗰個莊佢總得開一次吧。我佩服佢魄力，但我學唔嚟。我呢種刀口舐血混出嚟，本金就係命。我更欣賞另一種人，好似鐘錶匠，精密冷靜。我識一個香港嘅林先生，佢只玩德州撲克，佢能夠坐喺度8個鐘，一把牌都唔玩，佢就喺度飲茶睇報紙，所有人都當佢係空氣。但係只要佢出手，必定係致命一擊。佢只等兩種情況：絕對天牌，或者對手犯絕對嘅傻。佢從唔詐富，從唔冒險，佢就好似個狙擊手，潛伏一日只為咗一粒子彈。我問佢：林生，你咁唔悶咩？佢笑笑：紅羊賺錢點會悶？賭台上邊個最能夠忍，邊個就能活到最後。嗰啲急住想贏錢嘅，最後都變咗別人嘅養分。老徐嘅壯，陳老闆嘅勇，林先生嘅忍。呢17年，我由呢啲人身上學到太多，我將呢啲融合埋一齊，變成我自己嘅嘢。我唔敢話我比佢哋強，但我敢話我比佢哋任何一個都活得更小心。2016同2017年係我最巔峰嘅2年。點解係嗰2年？唔係我技術突飛猛進，都唔係我運氣爆棚，係因為嗰2年我心態最穩。我經歷過破產嘅絕望，經歷老徐調教，經歷阿傑兄弟情誼，經歷輸晒100萬嘅慘痛。我成個人好似一把磨咗15年嘅刀，喺嗰2年終於磨到最鋒利嘅時候。我記得2017年一個晚上，嗰係我創紀錄嘅一夜。我喺一個 VIP 廳玩百家樂，我帶咗100萬。嗰日我感覺唔對，我感覺自己完全讀懂咗嗰副牌。我唔係喺賭，我似喺執行一個已經寫好嘅程序。該下莊，該下閒，該加注，該縮手。我腦袋比電腦仲快，我面前籌碼越堆越高。同台嘅人開始盲目跟風，我壓乜佢哋壓乜，我壓莊全台跟莊，我壓閒全台跟閒，我變咗嗰張台嘅神。8個鐘我冇輸過一把大額落注，天亮嘅時候我清點籌碼，淨賺530萬。荷官睇我嘅眼神係敬畏，賭場經理過嚟俾我遞毛巾，態度恭敬得似我係佢老闆。我攞住支票行出賭場。太陽啱啱升起，金色陽光灑喺面上，有啲刺眼。我冇狂喜，我心入邊平靜到可怕。我點支煙，深深吸一口。我知呢種狀態可遇不可求，呢唔係常態，呢係我用15年煎熬換嚟嘅一個神之一夜。都係嗰一次之後，我開始有意識減少我嘅賭局。嗰1300萬。對我嚟講唔係一個數字，係一個已完成嘅標記。我證明咗我能夠靠腦袋同紀律戰勝呢個地方。而家我仲會去賭，但係我唔似以前咁將佢當成全部。我更多係大大徒弟，好似小馬咁嘅。小馬係我幾年前遇到嘅一個後生，佢同我當年好似有股唔服輸嘅勁，但路子太野，我將佢帶喺身邊，教佢點復盤。點管理情緒？我同佢講：小馬，你記住，賭台上贏錢唔牛，贏咗能夠走先牛；輸錢唔慘，輸咗仲想翻本先慘。我睇住佢由一個輸紅眼嘅賭徒，慢慢變成一個冷靜嘅牌手。有一次，佢帶咗5萬蚊，贏到15萬，佢收手咗，佢俾我發信息講：紅羊哥，我今日管住自己咗。我比自己贏錢仲開心。17年賭台如人生，人生如賭局，你手總會捉到好牌，都總會捉到爛牌。呢個唔重要，重要係你用乜嘢策略去打。你敢唔敢喺捉到爛牌時呃晒所有人？敢唔敢喺捉到好牌時榨乾對手最後1分錢？更敢唔敢喺形勢唔對時果斷將牌掟低？哪怕你已經投咗好多。我叫紅羊，17年封箱，1300萬現金，超過85%勝率。呢個唔係我終點，賭局仲喺繼續，我仲喺台上。我睇住對面嘅你，眼仔閃爍，籌碼喺指尖翻飛，下一把牌你要唔要跟？